啊，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到苏州的街头看一下是怎样一个场景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草地上啊，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啊，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带了这个行李箱的啊。我估计呢，他们是来苏州这边打工的啊。哇，这一幕真的是太壮观了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的是不敢相信啊！这么多人拿着行李箱在一起啊！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拿着行李箱在一起的。这现场目测一下的话，没有1000人，也有800人了吧？因为现在的话，也到了苏州这边工厂的旺季了嘛，再加上苏州这边的政策也放宽了啊，低风险地区过来的就不用隔离了。刚好呢，现在也是毕业季啊，很多学生工啊也出来找工作了，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出来做暑假工的啊，因为我看他们呢。年纪好像也比较小吧，也就20岁出头这样子吧。哇，这一幕真的是太壮观了啊！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啊！我是来到了位于南京路的新世界商场，这个商场呢也是上海比较大的商场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呢是在新世界商场的地下层，地下区域呢它是以美食的，看一下，今天呢是618，这个就是传统的那个什么购物节啊。现在看看这层商铺呢是不能堂吃的，也是，但那边好像人也有个别的人坐在那里堂吃。现在我去2楼看一下它的，我去那边看一下这个屈臣氏里面今天的那个客流怎么样。这个呢，平时是我比较喜欢的品牌之一了，但是现在也是空空的。我去年来买的时候呢，都要排队结账。还有这个迪奥的那个香水也是比较有名的。这层楼呢，它的这边我的右手边它都是手表，都是比较高端的化妆品啊、手表啊。但是现在这个销量感觉不太好，有个别1-2个在那里看。这边全是那种国际一流品牌。化妆品哦，都没人，楼上估计也没人。你看这商场没有人。都是打8折。